咱们再来1个小时啊。下边一句呢，就是这个给那个前边是光这个拿表元音，下边是说拿还可以和提结合成提那。这个提那呢，跟那个提外那是一个意思。你看提是给提加个撒，给那个加个撒，因为那个，既然因为它，也就是因此，跟那个提外那完全一个意思，也是因此，因此就是所以，所以它用在表结果的后一分句之前。它这是因此所以嘛，它是结果句的开头语。下边看一个例句：亂波蘿蔔亂波蘿蔔我叉剪，亂波蘿蔔我叉剪，亂波蘿蔔我叉剪。亂波蘿蔔我叉剪。亂波这个是写不就，所以是笨蛋。如果要是在上边哪落，就是这个大臣了。笨蛋呢，这个愚蠢的人呢，蘿蔔是学习，学和教这个地方就是学习了。我擦是脸热脸疼，就是羞耻羞愧。紧是取直取拿，这个取有拿着的意思，拿着它就经常抽象意为直取一种态度，直着什么见，认为是什么。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愚者认为学习是羞耻的，学习是这个可耻的。这个为什么愚人会认为学习可耻呢？我想了想这个原因，可能他认为这个人学习啊，这个就比较笨，你这个笨人才需要学习嘛，是吧？你要得去学东西又费劲儿，可能是这样吧。学习不是一种光彩的事儿。可能我想的理由不对啊。这个下边一句说开南马勒我擦剪，開南馬勒我叉剪，开南马勒我擦剪。開南馬勒我叉剪。这个句式是一样的，说开智者门，智者门呢是马勒，就是不学习，这是个过去式，前爬后撒。这个智者仅以不学习为耻，直取这样的一种态度，直取这样的一种见解，认为不学习是可耻的。这个下边那个周老师改了2个汉字，现在是学者以没学为耻，他改成智者以未学为耻。这样是好一些。因为开这个地方因为前边是愚者，所以后边译成智者比较相对，没学这太白话了，未学。就是说他已经学习了一些，他以这个自己还没有学习的一些东西，他以那个为耻，就是自己还没学会啊，学的还少。下边提那开巴点九港，提那開巴點九港，提那开巴点九港。提那開巴給九港。对，提那开巴给九港。提那開巴給九港。对，这个由于上边的这个就是因此或者所以，因此呢，智者给是老了，老了。给成为老了，给是这个完成时过去时，就是已经老了。说智者已经老了也怎么样呢？后边七枚群度蕊巴落，七枚群度蕊巴落，七枚群度蕊巴落，七枚群度蕊巴落。七咱们说过是2大意思，这个位置上是靠后，这个方向上是
往回啊，时间上是晚一些。这个位置上有往后，也有往回的意思。往后就是你往前正走，你有往后就是往回了，啊，回来的意思。对，啊，有外的意思，对，内外有这么几个意思。妈就是这个词尾了，就是没有意义。七妈就是后，这地方就是指后边，你就得看那个句子里的意思了。说这个智者老了之后啊，后边的群度，这个也不是属格的意义，这是群要求的，就是为了，就是用属格来表现这个为了的意思。为了七妈，为了后边，说人老了还有什么后边啊？就是来生，人老了马上就完了，人们就认为不学习了。但是智者呢，知道还有七妈，这个人老了之后，老死之后还有后边，就是还有后世。为了后世，蕊巴洛学习蕊巴，这个蕊巴呢，含义非常丰富。这个地方意义叫知识，它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意义就叫明，明就是智慧了，智慧如果名词化呢就是知识了，这个蕊巴呢，这个在藏语里头含义非常丰富，它这个大概把它作为一种就是本有智慧，本来智慧，就是人具有的那种智慧潜力，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就是可以发挥出来很多这个很深奥的解释，这个词以后慢慢可以注意。这个地方呢很简单，就是指的，如果一般的呢是指智慧、智力水平、智商，这个地方呢学习你就不能说学习智商、智慧，那就是学习知识啊。行，大概意思都出来了，就是说这个学者们老了呀，也要为了后世学习知识。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这铁那跟铁外那是一样的音词。伦波罗巴我擦金，伦波罗巴我擦金，开南马勒我擦金，开南马勒我擦金，铁那开巴改九讲，铁那开巴改九讲，七麦屯度瑞巴洛，七麦屯度瑞巴洛。最底下一句，表其他关系的连词，比如说堂内得忒，这都是表示就是和的意思，或者之后的意思，或者就是暂时一个停顿的意思。有时也可以表因果关系，就是它在形式上是堂啊之后啊时间啊停顿，但是实际上它们有因果关系。译的时候你看这个意义它如果实际上强调的因果关系，那就可以译成因果关系。下边看啊，土瓦通瓦汤，土瓦通瓦汤，土瓦是烟，火引起的烟，那个烟字就是因火，火为因，因为有火就这个会产生烟，土瓦通瓦看见烟，糖本来是和什么呢？美而谢索，美是火，日是谢的往回找，就是知道什么了呢？知道了这个日前边这个对着这个火知道了，对于火知道了，知道是火，看见烟，知道有火，在这个译的时候你要看这个，它这是个因明这个关系了，因果关系，因为看见烟了，所以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有火，所以它这个糖啊，表面上是说，看见烟了，
这个就后边就很自然就知道有火了，所以它就藏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它是个因果关系，因为看见烟，所以知道有火。所以就是说，有时候因果关系的连词呢，它不一定强调的是因果关系，实际上是连词关系，就是前前后后的关系，藏的意思。有时候这个藏呢，表面是藏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强调的是因果关系，这就是这种语法现象。补一下，土瓦通瓦汤，每日谢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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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既然是因果，那就用因果的词，为什么用个唐呢？这个语言艺术它就是这样，他认为这个呀太铁了，这个因果关系，就是你有烟，它就必然就有火，他俩就好像在一块儿一样，所以他就很自然用这个唐，反而比用那个因果关系啊还有说服力。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就一定是在一块儿，有烟一定有火，烟火唐，有烟就有火，都在一块儿的。最后一句说马根西瓦塔，马根西瓦塔，马根西瓦塔，马根西瓦塔。马是妈妈，根老人，马根就是老母。你看那个前边那个拉卡大，这就是那个老的那个词根。前边刚也出现过一个改，老，这就是这个加上拿呢就变成了指人。老母，西瓦死，老母去世了。这是米拉日巴的晚年的不是晚年了，他后来回来家乡的时候呢，母亲就去世了，老母去世了。唐后边还有情况，新猫卡米维，新猫卡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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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维。这个新猫是妹妹，这个星是妹妹嘛，猫还是女性的，星猫是妹妹。卡尔就是流浪，流浪，这个他这意思流落他乡，就是没有家了，没有母亲了，没有家了，到处跑。为由于这个原因，由于什么原因？由于老母也去世了，没有了，妹妹呢没有家，到处流浪。这个由于这个产生后边的结果，卡塔却内，阔塔却内，这个阔塔却，咱们前面刚学过，就是叫他的距离断了，他的绳子断了，这就是失望了，绝望了，主要是失望的意思。这个说由于老母去世了，妹妹到处流浪，所以呢我就感觉非常失望，就是本来回去看家去了，家没了，非常失望。乃，这个乃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边的语法意，就是说表面上它是一个连词，就是在这个失望之后，实际上呢它是因果关系，由于对这个情况非常失望，产生后边的结果，所以要看这个实际意义。以信度标瓦西穷的，以信度标瓦西穷的，以信度标瓦西穷的，以信度标瓦西穷的。心非常的标瓦是什么呢？就是悲伤，厌恶，这个反正就是情绪很低吧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心非常的悲伤，这个习是不定指代词，就是心里头非常某一种非常悲伤的感情，穷的升起来了，出现了，心里头出现了那么一种非常悲伤的感情，一个感觉。可能为什么要用不定指代词呢？可能就是他也说不清，就刚才我们说发火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发火，无名火。这个地方他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，反正就是这么一种非常悲伤的这个感觉就升起来了。
很凄凉吧。你摸马努本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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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摸是太阳或者日子，哎，这个地方呢就是太阳了，你摸就是太阳。奴不是西沉落下去，哎，落下去。马奴就是太阳没有落下去的这个爬日，这个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在太阳没有落下去的这段时间里了，哎，过季度五行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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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是被人的地方，就是没有人的地方，人民看不到的地方。如果用成那个状语，就是暗地里，哎，就是比如暗地里使阴谋啊，暗地里搞破坏啊，悄悄的暗地里，这是那个做动词的状语的时候是暗地里。如果做名词呢，就是这个暗地被人的地方。即又是不定值代词，在某一个被人的地方，图就是在某一个被人的地方呢，无哭和得坐着待着，也就是坐在那儿哭，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呢，在那儿就哭。哭是在什么时间哭呢？是在太阳没有落下去的那段时间里哭。实际上就是下边译的也很好，就是一直哭到太阳下山。这个语法意义就是那个乃得，哎，就是你看那两个前边的两个句中间的句尾呢，本来是停顿的意思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实际上是因果关系。由于母亲去世，妹妹流浪，心情很坏，所以呢，心里头就非常悲伤。由于心里非常悲伤呢，所以呢，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一直哭到太阳落山。这实际上是因果关系。好，读一下啊。马根西瓦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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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毛卡尔维科塔缺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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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信度国瓦西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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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马努瓦尔，你莫马努尔，你莫马努瓦尔，你莫马努尔，国际度五行的，国际度五行的，国际度五行的。国际度五行的。好，越来越这个接近结束了啊。第88，这一节总的结束是你写个88，这是第88节。目的复句与目的连词。目的复句在意义上有目的关系，在结构上用表目的连词，这都是废话啊。一般表目的的分句在前，表目的关系的连词有其实这个常出现，赖度、群度、切度，这个其实在前头咱们都见过，就是在这咱们再复习复习啊。第一个，其实为了用于表目的分句带卑微的，注意加俩字儿，现谓动词之后，现谓动词之后，是周老师这个，就是他后来他又自己校对，加了一些改正。就是这个七日呢是用属格形式带出来的，但是它意义不是属格，意义是表示为了。咱们看例句啊，体内日不那本，体内日不那本，体内那之后，也就是此后，然后，你看这儿根本就没意思，哎，这就是一个语气词。那之后呢，日不那本。那吧是住，主要意思就是住，待在哪儿住在哪儿。日度上品住，极好的住，优越的住，殊胜的住，什么呢？就是开光。这个咱们前头也出现过，就是造了庙了，
造了寺了，或者塑了佛像了，让佛呢住到佛像里头，就是这叫殊胜的住，把佛请过来，就叫开光，就跟这些意义联系起来来记这个单词啊，殊胜住，让佛住到佛像里头就是开光。后边掐外七，掐外七，掐哇是做的未来时，就这件事将要做。说后边七日就是为了将开光，下边意译的是为了进行开光，把这掐哇就译成进行，为了未来马上要开光啊，为了将要开光，下边做什么呢？舍东给龙卷，舍东给龙卷，撒是吃的未来时，东是喝的未来时，未来时表所，就表示所吃所喝的东西，这俩合起来呢，就是吃喝的东西，就是吃的和喝的。一般现在时表示这个能，这个未来时表示所，正好两个未来时合起来就是所吃所喝的东西。这下边就叫饮食物品，就叫饮食，就是这个吃喝的东西。它吃喝的东西的拢卷，拢卷呢，动词就是享用，动词就是享用。名词就是所享用的东西，也就是物品，也就是东西。这句合起来就是吃喝的东西，就是下边译的叫饮食物品。饮食就是那个舍东，这个物品就是那个拢卷，做名词用就表示物品。饮食的物品不是其他的物品。八度没被撒。八度没被撒，八是测量，测量。这个动词就是你比如量这个长短高低啊，八度没被，在测量方面，没有，就是说无法测量，就叫无量、无数，一般就译无量，就是说。可以做名词解释，在量上没有，就没量，无数就是没有数，不能测量。动词就是不能测量，名词就是没有量，没有量的限制。撒是积累，说为了进行开光啊，积累了无量的吃喝的东西，下边叫聚集了无数饮食物品，这个形容了。下边啊。阿谢给米，阿是有，这个有跟其他的有的区别是，它是占有的意思。占有、领有，领导的领，领有就是归他管。占有也是有这个，就是占据统治，所以它这个有统治的意思，就是就是占有、领有，我统治了多大的地区，这属于我管的区域、管辖的区域，这个这是这种有，领有。鞋是脚的、足的敬语，脚的敬语，这两个词合起来，敬语。这就起个敬语的作用，就脚的意义就不大了。就是敬语占有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统治，他统治。他统治的什么呢？不是统治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是统治的人。阿谢给米，统治的人，他管理的人，属于他属下的人，他这意的就是属下之民。他管理的这个人，这就出来了。他们借举的，人加个形容词，所有人，他统治下的所有的人，他属下的所有的人，
驴的聚集起来。这个没有上加字撒的这个驴是自动动词，就是这些人聚集起来。如果加上加字撒呢，就成了使聚集，就是有一个主语使什么东西给把他们聚集起来。现在就是所有的人做主语，他们聚集起来，自动动词。停顿一下，然后家丁家亲包在到，家丁家亲包在到，嘎是高兴，丁是那个显示表示表演给别人看，还有说这些基本含义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丁这个显示就是表示给别人看，有一个具体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宴会，就是第一课有哈，宴会，这个嘎高兴，这合起来一般他们就一喜宴，就是高兴的宴会，实际上就是庆典，就是为了什么重大的隆重的活动啊，举行宴会喜宴。这个喜宴呢，实际上它就这个又就转译了，就是具体的是喜宴，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整个包括喜宴在内的整个庆典典礼，整个活动，就成了整个节日啊什么，就这些。它下边意思就是庆典。甲是指的面积，这个规模，这地方就指规模。亲包大规模喜宴，在敬语的做，举行大规模喜宴，举行了大规模喜宴。当然这是指的这个上师啊或者国王啊，他来举行，所以呢用的是敬语。这个意思清楚了，语法就是第一句后边那7日，这个咱们前头常见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进行开光。好，读一遍。体内日度内边卡外7日。体内日度内边卡外7日。色东给龙卷八度没被杀。色东给龙卷八度没被杀。哦，再来，色东给龙卷八度没被，色东给龙卷八度没被，色东给龙卷八度没把杀。色东给龙卷八度没把杀。我写给米他们解读的。我写给米他们解读的。家丁家亲包在到。家丁家亲包在到。下边一句是却给我姐绝白7日。却给我姐绝白7日。您的我姐面容面貌，这两个都是面容面貌。这个绝白7日，绝是贪欲、希望、羡慕、贪求，这就是7日为了说为了贪求您的容貌，这句就是为了贪求您的贪恋，下边意思贪恋您的容貌。但是这儿呢还不能决定，因为动词还在后边，所以这儿还这个话还没完，后边啊。第日翁把马银给，第日翁把马银给，
这里来到这里，马银给不是，所以它这个动词不是啊，它否定的就是说不是挨着它的那个，它是否定的全句，不是说不是来到这里，它是否定的全句。全句你一看呢，说为了贪恋您的容貌来到这里，然后呢不是这样，是整个否定的这一句，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贪恋你的容貌才来到这里。所以这个藏文的这个动词放在最后啊，不要看说挨着谁，它就是指否定前头，不是，它是否定全句的，所以要看清楚。马银给这个给呢是或者是转折或者是肯定，我肯定不是为了这个，这是肯定语气。或者它经常有转折的意思，肯定是这样而不是什么样。然后后边你看它这就是转折，而是后边这个转折了一下。却啦您在外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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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啦对着您，对于您，您在，您是心，在是叫悲悯，悯就是一个竖心儿，一个门字里头一个文章的文，悲悯。这个悲悯就是指的爱怜同情，反正就是想让这个受苦的人脱离苦，所以也可以就是最简单就是悲心，慈心是娱乐嘛，让大家欢乐，悲心就是让大家离苦，这个灾就是悲心。这个前头心加上心还是悲心，说拜七日为了对于你的悲心，为了就是可怜你，为了同情你，为了这个让你离苦，为了对于你的悲心，然后后边敌日翁所来到这里。我不是为了你的容貌来到这里，我是为了对你慈悲来到这里。怎么译的呢？说而是为了关心你，所以这个译的时候意思看明白了，译的时候自己要那个看怎么这个话怎么说的这个顺一些，这个意思就是为了对你的悲心，我来到这里。其实不用解释了，读一遍啊。却给俺姐绝拜其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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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日翁吧马英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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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却啦您在外其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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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日翁所。第日翁好，翻过来咱们看最好能来完啊。第二，来度、群度、切度都是为了，用于表目的分句的，再加个现谓，跟是原来现谓动词或带卑微的动词之后。下边看例句，这个比较简单啊。太阳打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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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也或者是又打架，我架就是门，对我们现在也对我们干什么呢？突介为来度，突介为突介为来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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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是心的敬语，在还是那个悲心，还是悲心，就是前头那个心不是敬语，这个用了个敬语，还是悲心。来度还是为了悲心，这个为了悲心，也就是发于悲心，由于悲心，从悲心出发，这就是目的在悲心，在对我们慈悲啊。你看下边译的是关怀我们，就是你对我们这个就是出于悲心，
现在也对我们大家出于悲心，后边呢，坦白确敦记，坦白确敦记，坦巴是正确的，殊胜的，真正的，是这个神妙的啊，巧妙的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，都是很好的。这样的法就是真正的法，正法。一般译正法，韩老译妙正法，把那些所有的形容词的两个字性抽出来，又神妙又正确又真实，妙正法。一般咱们简称就是正法。君说，即这个请求的口气，请说正法吧。整个句子就是说，现在也请您出于悲心为我们宣说正法吧。来读好理解啊，咱们读一遍。太阳打架了，兔在外来读。太阳打架了，兔在外来读。坦白确敦记，坦白确敦记。下边一句，去请崩瓦马拉给，去请崩瓦马拉给，去请是趋是状况， chim 是法律，合起来呢就是戒律。这个趋也有道理的意思，标准道理，法律标准，就是佛教里头就是指戒律，趋 chim。蹦瓦是抛弃扔掉，你比如说抛弃戒律就是舍戒。有的人受了戒之后，他可以舍戒。你说我不要戒了，可以舍戒。马拉给拉是是，就是很简单，是不是的是。马拉就不是，给是肯定语气，肯定语气可以用属格，也可以用句格，在句子中间出现，就是我肯定不是。这个为了呀，在后边，实际上这个为了是管着前头的。我肯定不是为了抛弃戒律，不是为了舍戒，这个为了呀，他管这个整个这一句。咱们再接着往后看啊。去 chim 松外来读，去 chim 松外来读，为了松旺是。保卫，这个保卫、保护、守卫，这个地方就是守卫、守护。为了守护戒律，你看这两个，这一句就是一个整个关系。说我不是为了舍戒，不是为了抛弃戒律，而是为了守护戒律，做下边的事儿。驴底崩哦。驴底崩哦，这个身体扔掉这个身体。这是那个100岁出家的那个老头儿，他不是那个小沙弥跑过来跑过去，他来不及起来行礼嘛，结果小沙弥就说他这个不尊重师兄，他呢就认为这个原因是由于自己身体老了，他就想换一个身体去河里自杀。自杀之前呢，他在那儿这个跪着呀，说这些话，就是说我这不是为了舍戒，我就是说我愿意守戒律，我不是为了舍戒，我是为了守护戒律。为什么为了守护戒律扔掉这个身体呢？因为我这个身体现在你小沙弥跑过来，我来不及起来行礼，这就破坏了戒律。我为了守戒，我把这个老的身体扔了，我换一个新的身体，这样我就能够守戒了。所以他说我不是为了抛弃戒律，是为了守戒。这是这个他说的话。来读就是为了。好，读一遍。去请崩瓦马拉给。去请崩瓦马拉给。
去这么松瓦来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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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驴地崩哦，驴地崩哦，驴地崩哦。驴地崩哦。还剩2句，来得及吧？好。卡瓦坚给米囊，卡瓦坚给米囊，卡瓦坚给米囊，卡瓦坚给米囊。卡瓦是雪，下大雪的雪。坚有雪的，这是有雪的，这个有雪卡瓦坚就是指有雪的地方，这是一个词组吧，叫雪域。这下边译的什么？就是雪域，就是指的这个常年有雪的地方。常年有雪的地方的人们，下边啊，驴群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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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群度是为了，驴是聚集集合。哦，不对，我说错了啊！聚集集合的那个驴呀，后加字是撒。咱们前边刚那个出现了啊，聚集集合，后加字是撒。这个后加字是拉的是教化、驯养。你比如说动物马，训练马，驯养就是驴，调服，调服。这个地方说的这教化比较好听，实际上它主要意思是驯养调服，所以这个也经常就这个名词被当作戒律。戒律就是驯养调服我们的这个难调服的心嘛，我们心就像野马一样到处乱跑，用戒律呢来这个驯服它，调服它。所以这个驴也是戒律的意思。这个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叫驯养、驯化、教化、调服。为了调服雪域的人们，这是头一句。这个地方注意，这个后边是一个双数线。双数线本来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至少是一个大的段落结束的时候用双数线，全文结束用双数线。说这个半句话中间用双数线什么意思呢？诗韵文，因为它都是很简短的一句一句一句，所以呢它为了这个句断的比较开，字比较少，所以它有时候用双数线表示这个隆重的意思。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一首诗，所以呢它就这个用这个双数线这个意思。却给恰瓦觉拉迪，却给恰瓦觉拉迪，却给恰瓦觉拉，却给恰瓦觉拉，却给就是你做主语，你做主语。恰瓦做的未来时表示所做的事情，未来时表所。恰瓦就是所做的事情，所做的具体的事情。这个觉拉觉是咱们出现很多次了，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行，就是进行的行，行动的行，行为的行。如果动词呢，就是进行，修行，修行有时候就用这个词修行，做事情，这个还一个意思是享用，前边有一个叫拢觉哈，是这个享用，这个觉本身就是有享用的意思，这是动词。如果做名词呢，就是行为举止，觉做名词就是行为举止。廊是道路，行路，行为之路，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的叫什么呢？叫这个风度，这个人的威仪，咱们佛教叫威仪，觉拉姆就是威仪，实际上还是指的行为举止，它下边译的就是行为举止，对，觉拉姆就是佛教叫威仪，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人的言行，行为举止。下边鼻行体，
敌行其，敌行其，敌是这行是像那样，像这样，或者行还有按照这样来其来做，其是跟做是一个意思，哎，按照这样来做，你应该这样做。什么这样做呢？卡哇觉拉就是你所做的事情，你的行为举止应该这样来做。全句合起来就是说，为了调伏血狱的人们，你的做的事情，你所做的事情跟你的行为举止应该这样做。这是大概教给一个人，教他怎么来这个调化这个血狱之人。这个语法意义群读就是为了，很简单，读一遍。卡瓦坚给米南曲啊，不对，卡瓦坚给米南语群读。卡哇坚给米南语群读，卡瓦坚给米南语群读，卡哇坚给米南语群读，却给卡瓦觉拉敌行其。却给卡哇觉拉敌行其，却给卡哇觉拉敌行其。却给卡哇觉拉敌行其。这个藏文的诗啊，也是5言、7言、9言、11言。这个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言，这个是9言诗，都是单字的，一般习惯单字的做单位。最后一句啊，体内确塞给云丹，体内确塞给云丹，体内确塞给云丹堂。体内确塞给云丹堂。此后那之后，然后啊，确塞人名是这个米拉日巴的祖上，可能是他爷爷吧，反正就是会捉鬼的那个，或者他爷爷还是他老爷爷，我记不清了啊。由于他会捉鬼，那个鬼见了他就喊米拉米拉，所以呢，人们都就叫他米拉。这个他的名字叫确塞，确的最基本含义是哥哥，还有含义就是主人、主神、至尊，甚至叫佛也可以确窝，这个哥哥、主人、主神、至尊，这样的意思。塞是儿子的敬语，这两个这个好听的词儿合起来是他爷爷的名字啊。确塞说，确塞的功德啊，和后边啊，切哇绝北切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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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哇是大。这个确塞的功德和大，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伟大，就是指他的大，他比别人大，就是他伟大，功德和伟大。他这译的非凡，反正就是他大，就是伟大，非凡也可以。觉吧，这个觉吧呢，它最基本的含义是全说，就是一个言字旁一个完全的全。全说、解说、全说的意思。这个还一个意思就是颂扬，这个地方取的是颂扬的意思，就是后边切度就是为了，说为了颂扬确塞的功德和伟大和非凡，就是什么功德呢？他会捉鬼，伟大，别人捉不了，他能捉，他就大，为了颂扬他的这个功德和伟大，米君给确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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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米君就是所有一切普遍，这个一般，就是都，也就是所有的人，
做句格，所有的人呢，确赛啦，对于确赛干什么呢？米拉写绝吧啊，绝呗。米拉写绝呗。米拉写绝呗。米拉写绝呗。所有的人对这个对这个确赛啊，绝呗就是赞扬他，说米拉。人们这实际上说赞扬他，说他米拉，实际上就是人们都称他为米拉，就是都叫他米拉。就是由于那个鬼老这么叫呢，人们就把这个就尊称他为米拉，米拉成了他的这个，就是人们一说这个就是他伟大，你别人米拉不了，他能让鬼喊米拉，这就是赞扬为米拉，就是都叫他米拉。由于这样，你看那个呗，这就成了原因句。由于人们都尊称他为米拉，都叫他米拉，都颂扬他，就是很恭敬的叫他米拉。结果呢，董给参了。董是骨头的敬语。骨头的敬语呢，发展出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世系，就是传承家族这个系统，世系，世世代代的世系，世系也就是家族。这个他们这个家族世系呢的名字，这个参是名字的敬语。对于这个家族的名字，就是在这个家族的名字上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米拉写查索。查就是被称为、传颂为、这个流传为，大家都这么公认为，都说都叫米拉，就是他们家族的名字也就叫成米拉了，成了他们家族的姓了。所以他们家的孩子后边都米拉，米拉多杰僧盖、米拉日巴，都带米拉。这个语法就是赖读不是切读就是为了，很简单，读一遍。体内确赛给云丹塔。体内确赛给云丹塔。切哇绝白切读。米军给确赛了。米拉写绝吧。董给参了米拉写查索。好，圆满完成任务，读一遍啊。提米拉多杰僧盖，却敢为妻，给穷吾住的，学再被却懂的，提人却，给让心给托巴达尔切呗。米拉多杰僧盖伊马让的，囊巴尔学兰，人切呗容色，满巴撇呢米切呗，给学大给热了。念着哇西外呢，参养大人念西写查索，给为些人啦，等呢，
给为些人啦灯啦，给为些年啦灯啦，给为让人记行拍给，给为让人记行拍给，地白戳包啦灯啦，地白戳包啦灯啦，地把给行拍玩狗给，地把记行拍玩狗给，拍完呐打给铺地样，给外呢打给铺地呀，给龙军把地啦，给龙军把地啦，批得热度用哦。须得热度用哦。第二信仰没呢，第二信仰没呢，咱等七大月，咱等七大月，开南推咱多，开南推咱多，托盖康南等多样样这呢，托给堂南等都样样这呢，3个月没得， 3个月没得，写本掐，写本掐，打给地白来继续钱呢，打给地白来继续钱呢，地的比跟地八，地的比跟地吧，糖车本狗，堂车本表，轮包萝卜我插进，轮包萝卜我插进，开南马乐我插进，开南马乐我插进，天那开把改狗讲，台那开把改狗表，西麦群度热巴萝，西麦群度热巴罗，土娃通娃汤没线索，土娃通娃汤没线索，马根西娃汤新毛片外，马根西娃汤，西毛卡尔，可他去呢，可他去呢，以信度表娃西穷的，一信路表娃是穷的，你莫马努儿，你莫马努尔，国际度无行的，国际度无行的，体内日度内边儿掐外气，体内日度那边掐外吃，色东给龙卷，蛇东给龙卷，八度没把上，八度没把上，俺西给米他们解读的，俺些比你他们解读的，大军假情报在到，大军也清包在到，却给俺姐绝白气儿，却给俺姐绝白吃，第二翁吧嘛应该，第二翁吧没应给，却啦人在外气儿，却了人在外吃，第二翁说，第二翁太阳打架了，太阳打架了，土在外来读，土在外来路，坦白却蹲记，坦白却对敌，去请崩娃马拉给，去请崩瓦马拉，去请松外来读，去请松外来路，绿地崩哦，绿地崩我，卡瓦建给米南绿群度，卡瓦建给米南绿群路，却给卡瓦绝南地形去，却给卡瓦绝了地形，体内确实给云丹，现在球赛给云南，唐切瓦绝白切度，唐切瓦绝白切度，米军给确实了，米根给球赛了，米拉些绝白，米拉些绝白，东给参了米拉些茶所。东给参了米拉些茶所。